市长王伟棣亲上卫视群做起12点场来替2024台湾世界顶宣传。伫大菜市的店区内底，聚焦食甲穿两大主题，唔但会当看到台南在地的饮食文化，也搁呈现延续再生的纺织产业。吃好穿好在台南，要来台湾设计展。我们今年台南400要除了一直看过去的这个100年建筑之外，也要看向未来我们未来的一个新的吃穿的环境。大菜市透过西台南做市场的概念发想，展现传统市场的精华，让人相当期待。不止个来到展场外口，尽管工程也未完成，就有议员烦恼，会影响到展览的进行，甚至让游客留下不好的印象。从工区的外面就可以看到里面，其实还非常多需要改善跟修缮的问题哦。那我们希望台南市政府让我们国人可以了解到，来台湾设计展看的是吃跟穿台南这个第一个城市的这个美好的地方，而不是说看到工地。那大家都是全力以赴，那因为时间已经确认了哈，一定是会在最后的时间内压线完成。那也请大家放心，在整个游逛区里面，好，整个全区包括展区以外的区域，我们都会全部来做一个收拾，哈，也会做一个确认，好，确保它是安全无虞的状态下，让大家有一个舒服的看展环境。台湾世界展为26号到11月10号，连续16天伫台南展场，文化局尽全力伫开展进前完成周边cam展场内部测定工作，嘛规划好周边的交通路线来迎接满满人潮。台南新闻所采访报道。